條片咧係全吹水嚟嘅啫。咁如果你可能睇到好悶嘅，咁我可能睇下會唔會喺嗰頭擺個 Subway Surfer 喺度啦。我首先講下我上年嘅成績先啦，中文2，數學4，英文5，之後 Bio 生物4， PE 體育科體育選修科3。其實成績唔差，講真，以我呢啲天才波臨急抱佛腳，哇2個4，2個3，1個5喎。如果唔睇我2嘅話，其實真係幾好嘅喎。有啲人温齊晒書都低翻過我，認真。知嘅就知啦，唔知就算啦，唔開名。我想讀個科咧係教育大學 ATU 嘅 JS8726，因為我攞高分啲嘅話，即係高 media 成6分。咁 interview 嘅時候考見到哇條友好高分喎，有料喎佢。跟住 interview 我吹2句英文咁樣，吹下水，擦下鞋咁樣。咁佢就話：OK 啊，呢條友唔係智障喎，入得啦。P 攞5喎，冇理由俾佢入㗎。即係呢個係我嘅思路啊。點解唔攞4咧？即係升2個 grade 咁癲啊，咁有信心啊，咁有自信。係啊，我冇自信，邊個俾自信我？哇！好撚屌呢句嘢 ，Holy fuck！我問題係我冇校隊咯，我係咁我有校隊嘅，但係我真係冇咩好傑出嘅獎。係咯，唔知係咪我太廢咯，定我真係咁啱真係唔好彩咯，早咗1年退排球隊咯，唔係嘅話我都攞埋個學界冠軍翻嚟咯，唔係講笑。唔知大家識唔識 Togi 啊 ？Togi Shane Stover 有睇外國 YouTube 或者外國 IG 嘅人，有做 gym 嘅人，你應該識佢。喺佢其中一條片度，佢講過就係、你生得喺呢個世界上，你就已經係 all in。點解係 all in 呢？因為你已經係冇退路啊！你唯一退路就係死咯，一定係向前行，你一定係越嚟越老，你一定係越嚟越大個，時間就係咁樣去。所以你點樣做所有嘢都要100%出盡全力。第2個 point 就要相信自己。如果你唔相信自己，人哋相信你都冇用。你啲 friend 相信你，你個女朋友或者男朋友相信你，你屋企人相信你，你姨媽姑姐、契媽、契弟、契口口聲聲同人講下年我一定入 U。如果我唔係咁樣講，如果我自己都唔咁樣同自己講，如果我咁樣都唔相信自己嘅話咧，冇可能會發生。當然啦，我會 hold myself accountable，同時睇緊嘅你，我唔知你係邊個啦。你可能係我識嘅人啦，你可能係香港人啦，你可能都唔撚係香港人啦，你可能都唔撚係講中文㗎啦。我可能要擺英文字幕啦。你都要 hold me accountable，right？ 咁我先令到自己有動力去 push 自己。之後睇下啲片，我就係咁不停自己提醒自己，我冇可能令自己後悔。今日係11月10號，2025，1年之後，2026年嘅11月10號，我會喺香港教育大學 ATUHK 個 hall 度瞓緊覺。唔知你會幾時睇到呢條片？你可能係1年之後先睇到呢條片，可能成半年先睇到呢條片。咁嗰陣時，即係而家嘅你，就會知道我有冇成功。我而家完全係好似 Tenet 咁樣，識咩 Tenet？Christopher Nolan 個 Tenet，T-E-N-E-T，同緊未來溝通，同未來溝通。